各位禪修、各位禪者，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嚟到呢度咧，我非常之高興，因為我返咗屋企啦。大觀禪師咧，我初識佢仲係叫做鄉音師。咁初我哋開始呢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大家咧都捐錢，大家咧都盡心盡意，使到咧我哋有禪嘅中心。咁喺香港咧，禪師一路發展啊，一路咧好用心，一路修行，一路影響咗咧香港無數咁多人。今日咧我嚟到咧，我非常之高興，同埋咧喺心裏邊啊發出一種好敬仰啊，能夠喺香港咁複雜嘅環境，仲能夠喺咁複雜嘅社會，喺咁樣嘅環境底下，能夠繼續努力建築咁多道場，俾大家咧喺最自然嘅環境裏邊咧嚟參禪。呢個唔係話功唔功德，呢個咧係非常之罕有嘅，係我最值得尊敬嘅。咁講起咧，我點解同你哋有緣分呢？因為你哋有一次喺禪師帶領之下，去灣仔一個嗰個咩籃球場係嘛嚇，喺度做禪修。哇！我一見到咧，我成個突然間啊，唔係話天上啊，上邊話喂，你好將間廟送咗俾佢咯，即係佢感動咗我。咁呢個係上天嘅意思，唔係我嘅意思。即係嗰種念頭咧，即刻嚟嘅，唔係人為嘅念頭嚟嘅。咁我今日咧嚟到呢度咧，係高興到不得了啊！亦都可以話咧，喺香港大觀禪師咧對得住崇山禪師，冇錯到接做咗禪師咧，係最正確嘅決定。咁我今日咧仲有一樣嘢要講咧，就係話我希望你哋個禪修中心咧，當然係自覺就點咧，就係有為；覺他咧就係無為。自覺覺行圓滿咧，就係無所不為。所以啊，大觀禪師希望你無所不為。